直至到對我最有影響嘅朋友走咗，我就重新開始諗死亡同生命有咩意義，開始發覺軀殼嘅死亡都唔係真係咁恐怖，關係嘅死亡周不時都有嘅，但係回憶嘅死亡，覺得係真係好可惜嘅，所以我就開始影多啲相，希望為自己又好，為咗其他人都好啦，可以幫佢哋留多啲回憶，等佢哋唔使面對回憶嘅死亡。